各位觀眾，今晚咧，我哋要同大家討論嘅咧，就係有關長期護理嘅保險。長期護理呢方面咧，上次我哋都提過，係講到咧有關譬如你有呢一個長期護理嘅需要嘅時候，好可能要需要好多費用。咁有陣時咧就要食咗老本。咁喺家人嚟講咧，你已經就嗰個負擔好重金錢負擔、精神負擔。咁多時咧都好希望咧就唔淨就精神負擔冇得講啦，係咪一定要啦？就唔好彩有人有呢啲咁嘅事，咁但係都希望唔好俾屋企加重呢一個經濟嘅負擔啦。咁又唔想希望用咗老本啦。咁個方法咧，唯一一個最好嘅咧，就係買長期護理嘅保險啦。咁買長期護理保險係應該點買咧？應該注意啲乜嘢嘅項目啦？呢啲嘢咧。我哋今日咧就係同我兩個朋友咧提一提，大家咧同大家分析一下。咁佢哋每個人咧都有幾點重點咧想同大家提下嘅。咁而家先咧，我就揾阿朱怡輝講佢要講嘅第一點。朱怡輝，好啊，我講嘅第一點咧要注意嘅咧就係每日嘅福利咧係要幾多嚇？咁根據政府嘅統計咧，最高可能嘅費用咧係如果你係嗰個即係要喺 nursing home 度住嘅説話咧，每日可能會高達到300蚊咁多，或者300蚊以上都唔定，或者300蚊以上，即係物在膨脹啦，係咪？咁咧，但係咧，如果係你可以留喺屋企啦，但係只係需要有啲人嚟你屋企度做護理咧，咁可能咧亦都減到係100蚊咁上下，所以幾多咧就會影響到你嘅受保嘅premium 係咪？受保費咁樣係但係嗱，你點樣去決定？你知啦，你頭先講你話可能有100零蚊，可能300幾蚊，咁你要去決定究竟你如果買保險嘅時候，你應該就係買幾錢每日嘅福利啦，係咪？因為咧，如果你買得少，咁你唔夠點算咧？買得多嗰頭，你個保費係貴啦，係咪咁嘅意思啊？係啊。好，咁陳律師啊，你又有邊一點可以提供俾大家嘅觀眾嘅咧？或者個統計啦。根據政府嘅統計咧，就長期護理咧，由開始咧到即係死亡咧，普通如果嚴重嘅咧就係2年到啦。OK， 如果唔嚴重咧就4至6年啦。咁所以咧即係嗰個大家要考慮嘅時間咧，就係大約係呢個數字都環住4年、6年、2年咁嘅呢個時間嚟考慮啦。你嘅意思即係話嗰個保險期，嗰個福利俾你嘅全部嘅期。咁如果你買認為自己一有事嘅，咁你就唔好彩咧，就好嚴重嘅，咁就至多2年到，因為政府統計2年到嘅就去啦。咁即係換個買2年就得啦。咁但係一般嚟講未必咁噶嘛。咁譬如你拖耐咗咧，咁點算咧？咁就所以咧就你要諗下咁買幾多年啦，係咪？但係咧一般嘅現疏嚟講，以我所知咧，係俾大約有呢一個2年啦、4年啦、6年啦，甚至乎終生嘅。咁呢啲點樣嘅長短期咧，就自己考慮啦，係咪？好。咁普通嚟講係多數係4至6年到啦。係啊，4至6年咧，呢個係好普通。呢個咧我都係好多時會提議，呢啲我私人嘅意思啫，係咪？係提議人咧係會買啲4至6年嘅。錯。買呢個長期護理咧，照你嘅意見嚟講，應該係幾時開始買咧？呢個好問題問得好。但又係見仁見智喎。呢啲係我本人個人嘅喜惡啫。我認為咧就55歲以前咧，可能係早一啲，因為以今日嘅呢個醫藥物嘅醫藥嘅健康嘅程度同埋醫藥嘅進步人類可以個生命好長呢樣嗰樣咁計埋咁所以咧55歲以前買咧可能會早咁啲。除非你哋嘅身體好唔好。如果你身體係正常嘅，我就話55歲開始咧，應該認真考慮去投保啦。而且係咪一投保之後咧就唔好斷佢咧？中間可唔可以改？即係我做下又改第2間公司咁會有咩影響咧？唔係話唔準，你當然可以買咗保險之後唔買嘅，係咪？但係咧問題就係，譬如你55歲開始，到60歲嗰陣時咧，你唔買啦。但係咧或者你到60歲嗰陣時咧，你改變第2間啦，咁咧由頭又嚟過嘅咯喎。因為第一你年紀大咗5年咯喎。
咁你身體未必咁好噶咯噃。就算身體再好啊，你都大咗5年咧，你個保費又會貴咗噶咯噃。咁所以有好多時咧買嘅時候咧小心，唔好諗住咧第日可以隨時更改。買咗落去咧長期護理嘅長期保險咧，應該買咗落去之後咧就希望唔需要改嘅。咁第三項我哋要注意嘅咧，就係福利嘅升幅啦。咁即係話係即係每年嘅 inflation 啦，係咪物價膨脹啊？咁通貨膨脹啊！通貨膨脹咁嗱，你都講啦，好多時候可能我哋15年之後先會要用到呢個情況。咁我哋嘅買嘅時候嗰個福利啊，會唔會到時係唔夠俾呢？咁嘅情況係點呢？呢個情況咧隨時會出現啦。咁大部分嘅保險公司咧都會賣俾你一個叫做通貨膨脹嘅保障，係咪？咁呢個保障咧有5%就單利計，唔係複利計，即係 simple。另外咧可以上到成10% compound 嘅。咁當然係啦，你10% compound 梗係貴到不得了啦，係咪？咁你講5% simple 咪比較平翻啲咯。咁睇個人嘅負擔，咁睇個人嘅喜惡啦。咁我認為咧舉個例啊，5% simple 咧都好好噶啦。點解咧？譬如你買時係100蚊一日嘅福利。咁你5% 一年嘅意思，即係每年加5蚊，係咪？你10年後先用咧，咪加咗50蚊。咁即係以後開始用嘅時候咧，你就每日咧有150蚊啊嘛。咁其實咧，你都可以勉強叫做可以追上到呢個通脹嘅。咁如果你15年後先用咧，你就每日5蚊嘅時候，每年5蚊嘅話咧，15年後就75蚊噶咯喎。咁即係你每一日咧，由原本100蚊一日嘅福利咧，就升到175蚊嘅福利啦。咁所以咧，其實慳慳地5% simple 已經足夠㗎啦。咁但係呢個係講嗰個福利嘅升啦嚇。咁保費又會唔會加咧？保費加咧呢樣嘢咧係唔可以話佢唔加嘅。佢冇保險公司今日咧我知道咧係唔加嘅。但係咧好可能咧有1、2間保險公司咧係曾經咁耐歷史嚟咧，由開始賣呢一個長期護理到而家為止咧係未曾加過保費嘅。咁既然有咁樣嘅記錄啊，咁好可能希望咧佢將來都唔加。咁應該揾咧係揾呢類就比較穩陣啲啦。就呢類咧就都意思即係話唔到必要時佢唔會加，但係佢唔會擔保你佢唔加。OK， 第4點咧，大家要注意咧就係福利嘅呢個定義啦，福利開支嘅定義啦。咁一般嚟講咧就係家居嘅呢個行動咧唔方便好似係煮飯啦，或者係沖涼啦，或者係呢個如廁啦行動啦。如果裏邊有2個唔得嘅，咁就經過醫師同意咧，或者醫師證明咧，就係福利嘅開始啦。咁如果短暫嘅得唔得咧？係啦。短暫嘅就唔得，短暫要長期先至得。即係兩個日常行動嘅。係啦。咁咧就唔可以自理咧，就可以叫做呢一個福利開始。福利開始，或者另外一個咧就係精神上嘅呢個問題啦。咁呢個咧亦都係要呢個專家鑑定先至得，就唔能夠我自己講就係啦。咁除此之外加州仲有冇其他嘅一種計劃咧，係會增加我哋個即係個福利咧？好，加省咧有個叫做 partnership program， 即係咧伙伴計劃。咁呢個伙伴計劃嘅意思即係咧，加省同你做多少伙伴嘅方法。咁意思即係話你去買嘅民壽保險呢個長期護理保險嘅時候咧，你哋最緊要希望咧就買嗰類保險嘅保單咧係加州福呢一個 partnership 伙伴計劃之下嘅保單。咁你得到個好處邊度咧？舉個例，譬如你全部嘅保福利啊，譬如係20萬咁。當保險公司俾足你20萬嘅時候啦，咁你仲生存仲需要嘅時候，好多時咧你就要攞呢個政府福利啦。咁加州政府嘅福利俾咗你嘅時候，你一下唔好彩去世嘅時候啊，如果唔係加州伙伴計劃咧，旅顧會嚟咧喺你個遺產度咧攞翻出嚟咧，你填翻條數嘅。如果你係伙伴計劃咧，頭先舉個例話，你係有20萬呢一個總共嘅福利保險嘅，俾完20萬，保險公司唔俾啦。咁加州嘅福利政府福利補助咗，要超過咗20萬以上嘅數目咧，加州政府咧先至嚟喺你遺產度咧攞翻嚟填數嘅。咁所以咧呢一個買呢一個長期護理嘅時候，注意買埋呢一個加州伙伴計劃嘅保單咧，
係對你有呢一個咁樣樣嘅好處喺度嘅。講到呢度咧，今晚嘅時間已經到啦，下一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